来关心咱台湾有一个50岁查甫人，进前伫柬埔寨和泰国的边境，互发现讲伊死伫车内，伊的身躯有着3枪。柬埔寨警方推测讲，死者有可能是牵涉到非法的网络跋筊案，才会互枪杀。外交部即马已经联络死者的家属，卖协助家属去柬埔寨处理后事。我国驻胡志明办事处在11月8号接获国人遇害的通报后，立刻与当事人家属建立联系，并请柬埔寨台商协会就近了解详情。本案目前也正由柬埔寨警方调查中。根据柬埔寨报纸报道，这是伫初7的时，警方有发现当地一台白色的轿车内底有人死去，头壳有着枪。当地法医即马是研判讲，伊可能已经死上无已经死2天哈。警方是怀疑死者捌和凶手坐做伙，因为死者是从近距离开枪的。咱的刑事局是表示，咱驻越南的联络官车白是有接到柬埔寨通报，讲这个死者姓吴是咱台湾人，因为伊有牵涉柬埔寨电信诈骗案件记录。当地警方即马当地侦办，咱的驻外管处嘛继续掌握这个案情。